你再说一遍！你还敢让朱帅帅哥喂马？现在10万天马已经变成10万天猪了。哦，胖总比瘦好吧？对吧？胖还可以多卖几个钱，给俺换酒喝。什么？把铁马卖了，给你换酒喝？疯了！跟我们回去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干嘛那么凶啊？你吓唬谁啊？大家都是天兵天将，都是神仙，同辈的，你别吓唬我。去，叫玉帝老儿请我喝几杯，啊？去吧，去吧，啊！请我喝几杯。好头，乖乖受擒！来抓我呀！啊！我来！谁是你的主人呐？这就走了，我也走了。哼，哎，这都是哪来的什么狗屁天王啊！哼，走了。哦，你又是哪儿来的傻瓜天王啊？天上地下，有谁不知道我二郎神？泼猴，东海神猴山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妖怪？玉帝把你提到仙境，你本应该感激帝恩，好生伺候他老人家。谁能料到你胡作非为，还敢戏弄4大天王？识相一点，赶快给我回去听候发落，千万不要逼我出手。否则你会后悔的。呸！你要玩就玩，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？什么二郎神？二郎神？哦，嘿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朱帅帅哥说的那个什么3只眼的傻瓜二郎神吧？哎，好玩好玩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让我看看你这3只眼到底是怎么长的，好不好？大猴王，我本来不想跟你动手。
因为跟你一个石猴动手，有损我二郎神的一世英名。可是为了天庭上下，我今天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，给我上！我有办法帮你灭火，帮你灭火。打我！都没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不经打，不好玩，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到别处去找别人玩了。哦，
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好玩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来呀！来！啊！这个好香的！快来！你们想吃吗？你看，我这筋这骨头多好啊！来！真听话，都去了。这二郎神和四大天王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还没有把那妖猴捉拿归案。狗玉帝，听说你在找我呢，我也要找你呢。你也敢找我的晦气？别忘了，我是玉皇大帝。随便招一招手，挑出来的神仙多的吐一口口水，能把你给淹死。我呸！什么玉皇大帝？我告诉你吧，你的四大天王还有什么二郎神，都被我收服了，我都把他们发配到神猴山去当扫地公了。放肆！凌霄宝殿之上，岂容你撒野？哼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先跟你比划比划。哼！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玉帝，你生出一条虫虫来啊！妖猴，现在是不是清醒一点了？这条臭蛇，好，玩够了。你以为我打不过你是吧？不过说实话，你的嘴啊还真够臭的。让我给你刷刷牙，给你变个牙刷。走！你要干什么？走！我是玉帝。保证干干净净。好不好玩啊？刚才给你刷了牙，现在再给你漱漱口。漱口！畜生！畜生！谁在叫呢？谁在叫畜生？啊？谁在叫？我就是叫你呢。叫我？嘿，叫我畜生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出来！
有本事出来和我玩啊！和你玩？嘿嘿嘿嘿嘿，好，我就出去陪你玩到底。玉帝，你没事吧？玉帝是吧？玉帝，玉帝，那个妖猴在哪里？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好久了。他走了，他离开我了。哎呀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还在这儿发什么呆呀？喂，我说话你听到没有？身为欢乐大元帅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，大事不妙了。他走了，什么事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猴王真的要造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，玉帝派我去抓他，结果被他戏弄一番，哎，天都快要被他闹翻了。翻就让他翻吧，让他翻吧！我已经完了，整个天也完了。喂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完了，天都不能完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专程来提醒你的啊！趁这个机会，你要大义灭亲，把那妖猴给抓住。升官发财就摆在你面前，你快做决定，否则这天庭被猴给玩完了。他爱玩就让他玩啊，他玩得开心就让他去玩啊！不要像我想开心一下都不行，我什么都没了，你明不明白？那我可告诉你，大猴王可是你一手把他弄上天庭的，他要是惹了祸，你要给他背黑锅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是拜托你帮助猴王列仙位的，如果不帮助他，你于心何忍？好，不如我们好好想想，只要你努力帮助大猴王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处理对待，不然很严重。试试看。跟我作对，你会后悔的。跟我翻脸，你一定会后悔。谁叫我？谁叫我？哼！人呐，可以笨，或者可以傻，就是不能呆，一呆就完蛋。还有啊，可惜的是，都完了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。多漂亮的云彩啊！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现在整个天庭都知道你是谁才最重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，你是响彻寰宇、大名鼎鼎的神猴山千猴之王、万兽之主、神猴大王、大猴王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就是鼎鼎大名、响彻三界的神猴大王。对，我就是响彻寰宇。对，响彻寰宇，响彻寰宇的万兽之主。哦，对，万兽之主神猴大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名字已经响彻寰宇，岂不是人人皆知？真的，你可别骗我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早就知道。你大猴王最不喜欢别人给你戴高帽子，是不是啊？对，
你最喜欢的是实事求是。对，我最不喜欢别人奉承我。没想到在这乱糟糟的天庭里，居然能碰到你这样的知音呢。俗话说，高山流水鬓依依，千里知音最难觅。就算是咱们俩今生有缘，咱们俩真是有缘。我也爱玩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？我知道你最爱赌。正巧我现在也是闲着，没什么事，我就跟你赌一把。你会输的。哦？怎么会？我还没赌呢。不用赌，你肯定会输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寰宇之间没人能赢我。得了吧，我还说这寰宇之内没有人赢得了我呢，吹牛谁不会啊？哼！我不是吹牛，我是有实力的。好，露露胳膊，挽挽袖子，不赢你姥爷，赢你舅舅。说，赌什么？我看，咱们都拿出最厉害的本事来比一比。你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？哎，这你可说差了，我呀样样都行。那你选一样吧。好，咱们比立定跳远。我的筋斗云还挺厉害的，看咱俩谁跳得远。你不是明摆着欺负我胖子吗？要不这样，你最厉害的本领是筋斗云，我最厉害的是这只手。我就用这只手比你的筋斗云，意下如何呀？喂，我的筋斗云怎么跟你的手比啊？孙悟空，这样吧，我赌你无论怎么翻，都翻不出我的手心。切，拉倒吧！我的筋斗云能飞108000里呢。我不怕。哼，够厉害，有点像我。赌了，不过输了你可不能耍赖哦。杀人偿命，愿赌服输。哦，那你说赌什么？这样吧，我输了你提条件，我都给你办到。口气蛮大的嘛。我说什么你都能办得到吗？当然。为了玉帝老儿喝我猴王的尿，你能办得到吗？没问题。去你的吧，你骗人！如果你不信，咱们赌一赌，只要你能赢，我就让玉帝喝你的猴尿。算了吧，这不太现实。我看让你喝尿还有点可能性。那好，我喝也可以。你疯了吧你？我没疯。你还说你没疯？你都喝我尿了，你还不疯？你还没疯啊？哼！因为我不会输。你不会输？那你的意思，我会输啊？你输与不输，一赌便知。你怎么赌啊？不可能！哼！可不可能？赌了再说吧。哼！我要是输了，跟你一样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大猴子，你果然中了我的计了。我中了你的计？哼！我鼎鼎大名，响彻三界的神猴大王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我是玉帝派来捉你的人吗？哼！我大猴王打出生起就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我管谁来捉我。你可准备好了？我要翻了，你出手吧。
看来我们两个缘分已尽，你在劫难逃。你如果觉得一个筋斗翻不出的话，那就接着再翻。好，神猴大王！飞不出去，我给他留个记号。你输了。谁在说话啊？我输了？我怎么输了？我飞得远着呢，你看，我还留了记号在后面呢。我怎么输了？等等，我回去找你啊！你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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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还不信？我猴王刚才一个筋斗云飞了108000里呢，飞了5座大山，我还在那儿留了个记号。记号啊？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我不跟你玩了。你走不了的。走不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走不了？大猴王啊，你怎么也逃不出老衲的手心，你跑不了的。哼，我不信。大猴王，你输了。不！好，神猴大王，我佛慈悲，这5座大山的重量，还有500年的光阴，肯定会让你服的。你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，对你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要记住你是谁，切记，切记呀！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明白我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响彻宇宙神猴大王神猴山老远洞大猴王。放开我！大猴子，差点忘了跟你说件事，神猴山就要遭逢浩劫，你这鼎鼎大名响彻寰宇神猴山千猴之王万兽之主，恐怕就要名存实亡了。你以为我是猪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多亏西方佛祖如来大力相助，妖猴才得以制服。众爱卿，
你们认为如何处置这罪大恶极的妖猴呢？炼死他！用太上老君的八卦紫金炉炼死他！对，炼死他！对，炼死他太轻了，要我说，叫天马不，叫天诛，把他五诛分尸。把他扔进万毒坑，让毒龙咬死他。毒龙不一定摆得平他，挖他的眼睛，一定要挖他的眼睛，然后摁到他屁股里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众位大仙，众位大仙，听我说几句话吧。仙家做事向来以慈悲为怀，各位大仙对他的惩罚手段太过了，太过了。我看就把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。才压500年，太轻了，太轻了，太轻了！佛祖，虽然你以慈悲为怀，但这妖猴罪大恶极啊！你看看，他把我们这天庭折腾的是惨不忍睹啊！这本来是个天数，大猴王是个野猴，闯了大祸。如今我们单方面要判决他，本来就不是很公平。可是就这么收场了，也太便宜他了。把大猴王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，不是收场，是一个开始。开始什么？什么开始？开始？天机不可泄。也罢，这妖猴是如来抓的，我们就遵从如来的决定吧。我是谁？你是大王。大王是谁？大王是你，你就是大王。以后听谁的？以后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听大王的话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放开我！啊，放开我！哎，帅帅哥，你怎么来看我了？啊，猴哥，还好你没死。死？哼，我怎么会死呢？别傻了，我可是不死之身呢。怎么样，你最近好吗？啊，猴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闯的祸。哎，这又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个如来佛，就是他设计害我。放心，等我出去，我一定要让他变本加厉的还给我。哼，猴哥，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又不能救你出去，我还害得小龙女那么伤心，我是天下最没用的猪啊！喂，帅帅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哎，喂，朱帅帅哥，你看什么呀？你看什么呀？我在看，有没有办法帮你把锁打开，救你出去啊？我已经琢磨很久了，没用的。那个如来佛呀，一定不会用普通的锁链来锁我的，没用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我要能想到，我早就想到了。猴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你放心吧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你能把我救出去，我自己都救不了自己。你别再吹牛了，别哄我了啊，帅帅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你等我。哎，喂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，你等我。你别吹牛了，瞧他的眼神，好像真能把我救出去似的，我自己都救不了我自己。喂，如来佛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！大猴王，从今天
天开始，神猴山再也不是属于你的了。带我去你们的老巢。哎呀，小龙女啊！什么事啊，老猴叔，这么着急？哎呀，小龙女啊，大王不是跟你上天了吗？他怎么没回来啊？啊？是啊，不过我想他还在天庭啊。他没回来。哎呦，惨喽！惨喽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们第3区、第5区，还有第9区，经常发生小猴子失踪的事件。他们的父母都来找大王，状告我们保护的不得力，说明天再找不着他们的孩子，就要全部搬出神猴山呐！哎，会不会是那些小猴子玩疯了，一时高兴就忘了自己家在哪儿了？猴子的方向感可是天下无双的，怎么可能嘛？哎，即使是这样，昨天我有派人去山上找过，还是没有。哎呀，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被抓走了。被抓走？是啊。被谁抓走啊？还有谁呀？一定就是被大王打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妖怪。我记得他。老虎叔，哎呀，小黄小黑，看看你们又臭又脏的，哎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去找爸爸妈妈，去洗个澡去啊！哎呀，快，去洗澡啊！快去！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可就好喽。没事就好了。朱天帅，生于丁寅年，死于戊戌年，年21岁，死因死于天命。许个愿。姐姐，我爱你。快去通知大王！小龙女，不好了，有妖怪！保护小猴！呀！药王，住手！你不许伤害他们！姐姐，
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哎呀，我的捆线索，是谁用我的捆线索把我捆起来的？谁呀？我呀，我有问题要问你吗？我怕你不说，又怕你走了，所以先把你绑起来了。哎呀，你个死猪！你想怎么样嘛？我要救猴哥啊！我要打开那个烂鬼锁啊！天庭里有什么兵器可以砍断那个烂鬼锁的呀？砍断铁锁的兵器啊？没有啊？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那，你再不说的话，我就挠你痒痒，挠你痒痒，挠你。哎呀，蠢猪啊，没有用的！我跟你说过了，你怎么对付得了我名震天庭的太上老君呢？没门儿！你再不说的话，我就烧你的臭脚了！我是神仙。我有金刚不坏之体，我刀枪不入，我水火不容，没用的。太臭了，算了。喂，你别逼我使出绝招来啊！我有金刚不坏之身，什么也不怕。呀！现在怕了吗？胡子不能动啊！说呀！我想起来了。二郎神手上有一把神功鬼斧。神功鬼斧厉不厉害？当然厉害了。你知道二郎神的故事吗？当年二郎神的母亲三公主被玉皇大帝压在华山之下，15岁的二郎神就凭着这把神功鬼斧劈开了华山，救出了母亲。他也因为这个当上了天庭的大神，天上地下都知道。你也应该知道，这传说就是证据，传说是真的啦。这么厉害？好，我就要这神斧了！哎，我的胡子，我的胡子，我留了几百年的胡子，还给你啊！哎呀，我的胡子，你。哮天犬不就是一条狗吗？一块骨头就能把你搞定。哇！哎呀！我真的没想到拿到神功鬼斧可以这么顺利，靠你了哈！我来了！喂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过我要救你的吗？你看看，一把烂斧头嘛。当然不是啊，这不是普通的斧头，是天地间威力最大的神功鬼斧啊！我专门从二郎神的房间里偷出来的。二郎神？是啊。哼，二郎神的斧头有什么可厉害的？他有我孙悟空的金箍棒厉害吗？这斧头当然不如你的金箍棒厉害了。不过这斧头呢，劈石头啊，像切豆腐一样啊。还有啊，当年二郎神呢，就是拿这个斧头把整个华山劈开的。你想想，华山都被劈开了，你身上几根烂锁链还能劈不开吗？是不是？有那么神奇吗？我们先试试看呢。啊！哇，砍断了！你看，砍断了，砍断了！来，砍这边啊！我又砍断了！猴哥，你快点出来啊！真是没想到啊，偷这斧头那么容易，砍断这铁链居然更容易啊！不简单呐！怎么又接上了呢？我明明砍断了，它怎么又接上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再试试！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
回事？猴哥，你没什么事吧？猴哥，怎么砍来砍去还有呢？我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帅帅哥，省省力气吧。哦，三只眼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存心弄一把假斧头让我偷，是不是？这斧头是真的，根本没有问题。问题出在这个链锁上。这链锁可是如来佛的法宝之一，五指相连，五行相生，是用金木水火土之气铸成。除非如来佛把它收了，否则天地没有任何利器可以断了它。好啊，我砍不断这铁锁，我就砍你！神经病！喂，帅帅哥，算了吧。要怪呢，就怪那个如来佛，就是他要害我，不能怪别人。算了吧。猴哥，帅帅哥，收手吧，快把斧头还我，我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此事压下去，否则天神共愤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再也没有人能保护你。我死不死都不关你的事啊！天神共愤又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我是什么？不想见。挺够意思，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我来陪你，每天我给你送饭。那还不够。什么？伺候我大小便。你。师傅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解毒丸，这是一颗能解世上任何剧毒的圣药啊！啊，这么好的药，怎么就只有一颗呢？这个药非常的宝贵，是留给我自己危急使用的，懂了吧？这是一颗能解世上任何剧毒的圣药，那不是可以解我体内的毒？那我就可以恢复以前的样子了。世界上只有这一颗解药可以解我的毒，但是我吃了，姐姐就会死的。到底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姐姐，你吃过这药之后，很快就会没事的。
可以把这个还给你了。原来在你这儿啊！这颗珠子好漂亮。来，送给你。不行的。哎呀，收下它吧，就当是我们的一个纪念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颗珠子呢，它叫做定海龙珠，它有法力，它可以保你平安的。有它在你身边，那我就可以放心了。怎么在你这里？还给我！不要碰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把我的龙珠还给我！还给你。你这个又丑又臭、丧心病狂、死不足惜的妖怪！你把我的小俊怎么了？说呀，你是不是杀了小俊？你这个臭妖怪，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！还我小俊啊！姐姐，没想到你心里一直惦记着小俊，还为我伤心。谢谢你，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怎么这么臭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臭！咦，好臭！小猴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帅帅哥呀，就是那个妖怪呀！我们花果山遇到空前的浩劫。妖怪啊！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在这里，我帮你报仇。那个妖怪在哪里啊？哎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把我们大王找来，要不然花果山就没了。嘘，你们的大王，他暂时不能回来了。不能回来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吧？没有啊，你们大王现在在天庭上当大官呢。现在他带领天兵天将去降妖除魔去了。他临走之前呢，交代了我，叫我好好的照顾大家，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啊，有我在，大家什么都不用怕的啊，没事的。那你还不快去找那个妖怪？找妖怪这件事情嘛，还要从长计议嘛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不怕他吗？